咱三个来祈祷。天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上帝，你的恩典就那亲像今透早的雨水，淋到伫阮的生命中间。总是阮伫落雨的时，阮也纪念伫南部的抗旱，以及伫日本的地动，拢愿上帝你来怜悯，互抗旱的所在有雨水来充满，互地动的所在有上帝的平安，甲因三甲伫得。但愿从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，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特别伫大斋节期，阮要求咧学习，透过灵修，透过礼拜，透过牧养培训，互阮的生命来得到丰富，嘛通互阮看见着上帝的恩典。当阮从今仔日所有仰望伫主的面头前，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今仔日是大斋节期的第5主日，伫下礼拜的主日，咱就要进入到伫棕树主日，也准备要进入到伫受难周，然后过月节。所以时间咧过真紧，咱通看见着上帝恩典一直拢甲咱三甲伫地。我想伫即段时间，咱犹原倒做伙来学习，嘛做伙来认捌。特别伫大斋节期，教会的宗塔拢会用紫色来做代表。这个紫色所象征的是一个悔改的记号，所以咱透过这个紫色，嘛是互咱会当伫大斋节期会当有祈祷、敬谢甲分享，通过上帝的带领，互咱会当反悔来认捌上帝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会当看见着伫约翰福音书12章20节到33节的记载内底，特别拄则咱的词汇所带咱共读的即个经文，咱通看见着希利尼人要来见耶稣，总是耶稣透过伊的死来甲希利尼人有沟通。所以透过经文的记载，咱看见着耶稣将伊的死连接伫伊的荣耀，然后互伊会当启示，伊就是上帝的囝子。所以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无需要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，咱记载伫约翰福音书12章的24节，约翰福音书12章的24节，咱做伙台语、华语拢来甲读两遍，好，三，台语先，三来。一粒的若落伫地里来死，就要犹原一粒若定。死就结实罪罪，再来一遍来。一粒的无落伫地里来死，就犹原一粒若定，死就结实罪罪。好，来华语的我们一起念2次，三，请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再一次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感谢主。伫今仔日个经文，我想咱会当看见着有2个部分。这2个部分，咱通看见着希利尼人来求见耶稣；第2部分，咱通看见着人子要受举起。伫即2段的记载内底，20节到26节，咱通看见着希利尼人想要来求见耶稣，所以透过耶稣的学生有一位叫做腓力来牵线，因为这位腓力伊的背景，伊就是希利尼人，所以伊去甲
腓力去甲安德烈讲，问讲耶稣会当甲希利尼人见面。耶稣伫遮开始有一寡分享。总是咱来知，若照保罗先生伊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分享内底，有来讲起着希利尼人因真意爱去求智慧，所以伫即个智慧的中间，咱通看起着讲耶稣的讲话会当了解外邦人因的期待，是望讲透过耶稣来认捌着上帝的能力的奥秘。所以人咧求迄个智慧，就是要超出迄个能力是对叨落来。但是人偏偏毋捌上帝的奥秘，因为上帝透过人认为上界误的方式来拯救世间人。所以耶稣伫遮来讲一个譬喻，也就是一粒麦。即个麦原底是一个死的米，却是伊落伫土里，会当布芽来生长，来生出侪侪的果子。咱会当看起着讲，这就是咧象征一粒麦落伫土所结出遮的果子内底，来代表丰富的生命，也就是来表明这是一个生命力的意思。所以耶稣伫遮来讲起着死，毋是一个终结。上帝的气力，若伫即中间来显露出来的时阵，咱通看起着讲人的生命要丰富。确实，侪人认为讲死是一种失败，是一种见效，是一种毋好的事。但是耶稣要透过死来将伊的荣耀来展开。所以，腓立比前书第2章，咱通看起着保罗伫遮来讲起着耶稣，伊要来互上帝提高，然后天顶地下拢因为耶稣的名来宣告耶稣基督就是主。所以通过伫20节到伫26节，咱通看起着讲耶稣透过一粒麦来去譬如讲伊的死要带来荣耀的启示。所以到伫27节到30节，咱通看起着讲耶稣讲着家己的死，其实伊伫遮伊嘛面对着苦难的时，伊的心真悲白，毋知影要讲怎样是好。确实，咱看起着耶稣伊用着顺服来面对死亡。所以虽然耶稣伫遮求天父上帝会当互伊脱离迄个苦难和死，总是耶稣伊会顺服来面对死亡，会当伫即中间来荣耀上帝的名。所以耶稣伫遮来讲起着，即个十字架原底是一个见效的记号。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，十字架是咧共处罚是有犯罪的人，要挂伫叉头的顶面，然后伫遐来受着上帝的咒诅。确实，对耶稣来讲，十字架是伊荣耀的路途。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就是上帝的大气力，要吸引万人来就近耶稣，要救一切相信的大生犹太人，最后是外邦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对20节到33节，耶稣伫遮所讲的，咱若甲重点来放伫26节。耶稣讲：人若服侍我，就着缀我。我所伫地的所在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。人要服侍我，我的爸要对重伊。26节这段圣经，互咱开始去思考。当耶稣讲我所伫地的所在，耶稣互咱看见着一个空间。所以咱要问耶稣伫倒？
这粒的耶稣伫对？约翰福音书12章，这粒的耶稣伫对？那照圣经的记载，今仔日的圣经的进程是耶稣阳光入耶路撒冷城，这代表耶稣已经开始进入到伫苦难甲死的这个范围内底。所以，这个苦难甲死对人来讲，这是上帝透过耶稣的一个救赎。所以，耶稣爱伫这条苦路的中间继续向前行。所以，伫这个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耶稣爱面对着的苦难，是遮的祭司、遮的长老对伊的迫害。但是耶稣伊伫遮嘛有承认，伫伊的人生的中间，面对着苦难甲死的时阵，伊的心大悲吧。所以伫迄个空间，耶稣伫搭了迄个空间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现主时的耶稣，伫经文内底的耶稣，伊已经伫即个苦难甲死的中间，伫遐爱去面对着人对伊的攻击甲争执。但是上帝要救赎人，耶稣要去完成上帝疼世间人的见证，耶稣来顺服伫即个苦难的中间。所以咱通看见着讲，耶稣伫什么所在的即个问题，互咱开始去想，顺服的耶稣来将上帝启示出来。这也就是约翰福音书常常咧讲，透过耶稣来去认捌上帝，顺服的耶稣来启示上帝的心意，互伊的顺服，互这个十字架来成做罪人得救的记号，甲克服痛苦面对死亡的困难。所以伫26节，耶稣讲：人若服侍我，就着缀我。所以，迄个顺服是要互军队耶稣的人来得到有意义的生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所以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，耶稣伫苦难中有顺服，要来将上帝疼人的即个救赎的计划启示出来的时阵，咱来看今仔日规段的经文，对20节到33节，迄年人求见耶稣，到人子要受举起，咱看见着遮带出一个信仰的问题，也就是人相信的是啥物？人相信的是啥？顺服会当表现出你的相信，所以你顺服的表现会当看见着你信仰的本质。所以相信的是啥物？那照保罗先生的记载来对照今仔日的经文，对保罗回信倒头看约翰福音书的时阵，你通看见着讲，迄个年人咧求智慧，到底迄个智慧是啥？那透过圣经的原文来看，迄个智慧就是咧表示人的聪明智慧啦。迄个人的聪明智慧是甲上帝的智慧是徛对立的。所以伫圣经的原文咧讲，迄个智慧就是人类的特学，或者是科学。真侪时阵，人会用聪明智慧来去判断信仰甲圣经，所以咧学科学，常常拢会去问好毋好，对毋对，或者是敢有要接受即款咱讲思辨的即个问题，思想甲辩论的问题。
但是实际的信息对希利尼人来讲，会当讲是胡说八道。所以伫保罗的批信内底，华启的圣经讲，因认为实际十字架的宣扬十字架的信息是荒唐的。那个荒唐的意思就是胡说八道。所以虽然唔知影希利尼人究竟耶稣的目的是啥，圣经无甲咱讲，但是咱会当知影讲，耶稣伫遮所讲的，对20节开始一直到第33节，就是要来挑战希利尼人。你若军队外的人，恁就要放下恁的智慧，恁就要谦卑来伫上帝的光的面头前来降服，透过安尼来相信十字架的信息。你们遐尼姊妹，所以顺服代表相信，顺服上帝代表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代表你是听上帝。这是伫圣经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息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书的这个记载内底，约翰福音书抓相信来做一个真要紧的主题。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的讨论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耶稣用希利尼人来表达上帝的光，拢比人搁较有智慧；上帝的软弱，拢比人搁较勇壮。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个光来将人内心迄个骄傲提掉，互人会当谦卑伫上帝的光的顶面。意思就是，咱要去接受耶稣基督。伫最近有机会甲真侪牧长咧分享，伫台湾的实况咧传福音的侪问题。所以伫分享的中间，阮有看见着一份资料。当然，这份资料无的确是遐尼准，确实嘛有参考的价值。因为伫这份资料内底来讲起着，伫美国的教会有研究发展，来认为讲，现主时为什么人愈来愈无爱来教会？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真侪人认为基督信仰甲科学有冲突，所以真侪人认为讲伫家己的生活中间，我会当已经知影一切的答案，真自信，所以教会甲现实的生活已经有脱节。但是伫今仔日这个圣经的信息咧准备的中间，互我想起着，伫我高中的时阵有一出电影叫做《接触未来》。这出电影真趣味，因为这出电影男主角是一个神父，女主角是一个科学家。信仰甲科学之间的冲突甲对话，伫这出电影内底不只啊好看。这出电影的男主角，伊徛伫信仰的立场，伊来回应互女主角，也就是一个科学家。伊用信仰来甲科学家讲：我毋是反对科技，确实，人敢有因为科技搁较快乐？科技敢有才调去解决人的空虚、寂寞、和冷淡？人敢有才调伫科技的中间去回答生命的问题，或者是人因为科技搁较失落？所以这出电影伫这个科技科学的中间，不断互人去思考，到底为什么伫这个时代需要有科学？科学家存在的意义是啥？所以这出电影就若亲像伊的名《接触未来》同款，到后来伊坐太空船去到伫外太空，伫遐有机会接触到外世界，侪奥秘
项知识。所以，转来了后，美国的法院伫遐来举行公听会，这个女主角伊伫遐来做一个信用告白，伊伫遮来讲起着讲，我知影伫宇宙的中间，我只不过是一份子，我无孤单，我盼望会当分享，也盼望世间人会当了解。面对着即个真大的宇宙内底，咱只有心存敬畏、谦卑甲盼望，伊盼望会当分享即个渴望，来成做伊心中永远的愿望。所以即出电影最后，即个科学家伊真清楚，为什么伊要做科学家？因为伊要透过伊的专业来为上帝做见证。所以，即出电影到后来即个影评人咧看即出电影了后，有真侪遮个专家看电影的人，就写即个评论，来讲起着，只有认捌着伟大，才会看起着家己的渺小，也因为安尼才会谦卑，真理甲信仰才会相拄。伫真侪科学家，因的知识真有智慧，会当去了解伫上帝创造遮个奥秘的时阵，即个科学家伊会当互咱看起着讲，真侪人是上帝的信徒，但是事实上只不过是信仰家己。即出电影咱有机会，咱会当去网络顶面来看。但是今仔日牧师提即出电影的意思，就是要互咱去想，伫即个时代，咱已经真习惯用科学来做咱生活每一分每一秒的需要。伫咱的教会虽然真侪时代长辈，但是咱拢不得不承认，时代咧变真紧。时代变甲真正亲像讲要飞起来共款。即摆逐个人若无手机的，会当讲是落伍。即摆的人若假使讲你无赖的，真正是真罕见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拢会倚靠遮个科学科技的物件，来成做咱生活的帮助。顶礼拜有机会，和张敏智做伙载蔡某同牧师到伫捷运站，然后第一遍看见着人要敲电话，用 Siri 用 Siri， 你手机若有这个人工装置Siri， 我要打电话给谁？真正人个手机就甲你敲出。时代强要飞起来啊！但是咱对耶稣的相信，毋通因为时代强要飞起来，却将耶稣的信仰淡掉。咱人有太侪时阵有聪明智慧。确实，这拢是咧算计甲计算，无法度对咱的性命有意义啊。所以伫大财世纪第5主日，牧师就是盼望讲，伫今仔日的信息，迄个年人因咧求的迄个智慧，就是因伫生命的中间，耶稣提醒因，爱悔改，将骄傲除去。因为骄傲不但是毋信的表现，而且是罪的根本。人需要谦卑，人需要伫顺服的中间有相信，然后互咱对耶稣遐来看见着上帝的旨意来得到应用。
列位兄弟，咱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。伫大灾这期，会当互咱参与伫悔改的行动，来回应咱对耶稣的相信。顺服毋是软正，顺服毋是见效。当咱用信仰来要求家己有顺服的时，是会当互家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，来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互阮透过悔改来丰富阮的生命。伫阮的人生中间，有太侪时阵掠做家己的聪明智慧，会当来解决任何的代志。但是这拢是互阮愈来愈骄傲，嘛互阮袂记得倚靠上帝的要紧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，互阮伫大灾这期，伫下礼拜就要进入伫中秋主日的时阵，有主你的圣神继续来成做阮的感动，互阮反悔来信上帝，互阮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，通互阮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